浅浅慈悲哈。下午好。先哦，有法真爱来参班，有机会通参班，就会欢喜甲困袂去，非常爱来参班啊！要伫厝面要来的时阵吼，会感觉安尼哦，透早爬起来，5点5台起来吼。但是呢，来到位，就真正欢喜，到要转去吼，就精神饱满吼。而且呢，来遮受福讲好食，都心里的想念啦吼，点传咱的讲师啊，传一寡足好的道理，互咱吸收。当咱吸收了后呢，咱有用伊个话嘛，咱真正会当改变命运。这是着较深深去感受着吼。今仔日呢，后较真正欢喜讲，我咧讲讲，阮黄乐浅浅咧讲，咱今仔好感才有来这班，今仔日前人吼，伊甲咱慈悲啊吼，伊讲老祖师的一贯心法，理气相贯通，这是天命流转照别开佛祖为天，理气相理气象啊理气象三天会贯通啊天命的流转呢，才有咱全体主为天之意。因而咱众生要回去的原始，就是讲回到咱的原点归根结尾，就是归根护命。咱拢是对天点来的准呢，所以讲呢，咱若无你有命呢，若无你有命下面啊，伫咱的伫咧救护真经有方特咧跌下先，修复南阳归正宗。若无你有命呢，什么命？第一就是读道，降来咱的人间。第二呢，就是命三分来修完，你的祖师讲天父这个老师，咱无论菩萨讲道，咱互咱观开佛祖呢，甲咱传道，拍开咱的灵魂，就是三法，咱才会当回土呢，才会当回应真了嘛。我想我真赞，我倒一直唱起来。是嘞，我着讲师讲了遮好咱好势又有吸收上大啦所以讲呢，做成功要起来分享虽然一直做，但是嘛是真是要起来讲啦开始。咱帮助你呢，伊甲咱慈悲就是讲尊德贵德，德呢是为上天来，是上天老母讲互咱的所以讲咱非常的尊重德，要安怎？这个德以后呢，咱要安怎行德？就是以德，就是以德行，咱行公平德。德呢，伊是万物，万事万物，咱人的根源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家己尊重。真正讲的，天养伊是道，道去天仙，翁养伊呢是道地粉丢面。咱是幸运，拄着三地，三地大开普渡，咱才有遐好读。也无去苦修苦练，就会当得到这个宝贵的先天大
有就是讲爱伊，不是对外来强迫，是自己强迫去成就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当时在讲是神有意会啦吼，啊，搁而且会当借着这个机会来历练家己，分享家己的心经，了咱大家做一个分享。所以讲起来呢，会使就是充满了这一种正能量，自己真的可以提升。所有的前贤呢，都能够借着他。借着伊呢来给咱做一个见证，甲心得，就是讲花一个赞，互大家对道呢更加有信心啦，安尼刚好。所以讲个有这个机会，其实大家爱把虽然他短几分钟，不过他成长的太多了，但是安尼，真的可以感受，大家拢感受会到所以讲带甲安尼毋是细带，但是嘛可以带会到啦。就是因为安尼才会成就，希望大家若有这个机会，咱一定要把握，安尼刚好，安尼呢，大家拢总是在成长之中，回家的路呢就是在前面。因为时间已经到了，后壁呢，这有点人师呢，来甲咱做一般决议。今日伫遮祝福了咱大家会当欢喜充满。福瑞圆满，以上的感恩。感谢帮助你准备天道一个。分道一个，咱个一个感谢。